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中茶甕仔剧团为着要互布袋戏定紧生团，这几年来是积极咧发展着儿童的布袋戏剧。即天特别到台中的内部国小来表演，为着要互学生听有听捌，佮挑战全部用华语的发音。这个故事结合着环保的议题，真趣味。快把东西丢一丢，回家去了。2023年，台中出道的演艺团队台中茶头甕仔剧团，伫台中市文化局邀请，即天来到内部国小来办儿童布袋戏。小朋友的思维。 设计这个剧本，然后把这个环保的议题融入我们的剧本里面。为着布袋戏继续定紧，台中茶头甕仔剧团这几年拢表细致的发展儿童戏剧，为着囡仔看有嘛听有，因伫咧编剧顶嘛真用心。我们在演国语儿童剧的时候，我们会适当的加入一些台语。 让小朋友为之一亮。环保带出一个剧情，让大家的人看甲拍破兼看休。这故事甲参环保教育意义，让家长都愿意带囡仔出来看戏。有观众布袋戏才能继续翻新落去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